Hello， 大家好，我係金銀李俊亨。世界上有一個國家呢，佢嘅科學家將啲探測器放咗入去火星軌道入邊，但係同一時間佢嘅人民呢，竟然將所有財富擺咗喺一種幾千年嘅資產裏邊。佢係咩呢？就黃金啦。佢嘅總理話要2047年將印度變成發達國家，但係印度民間擁有嘅黃金總量啊，市值大約相當於成個國家一年嘅 GDP 嘅80%，即係話咧，印度表面上係一個正喺度崛起嘅科技大國、太空大國、人口大國，但係佢哋嘅血入邊唔係流緊石油晶片，而係黃金。今日想同你講一個國家嘅故事，一個俾黃金扯住命運嘅國家。一方面喺孟買嘅寫字樓、班加羅爾嘅科技園區、莫迪嘅發展印度2047遠景，另一邊喺排燈節嘅金普人龍、婚禮入邊嘅金飾、寺廟地庫入邊封存咗幾百年嘅黃金寶藏。呢兩個世界俾同一條金線拉扯住，喺度拉扯緊印度嘅命運。喺印度，黃金係身份、信仰、婚姻同埋安全感。印度教傳統入邊，黃金同財富女神拉克扎米有深刻嘅連結。排燈節期間，教徒同埋財富女神祈求繁榮，而黃金喺呢種儀式入邊係不可或缺嘅象徵。世界黃金協會指出啊，黃金喺印度裏邊咧係有核心地位嘅，係價值收藏地位嘅象徵。婚禮裏邊更加誇張添啊！婚嫁嘅珠寶咧佔印度珠寶市場啊超過一半啊！嫁俾女性嘅黃金唔單止係裝飾，而係屬於女性本人嘅財產，一種家庭內部嘅安全網。有好多有女孩嘅家庭咧，好細個已經儲金噶啦，為嘅就係要將來嫁得體面。而呢個傳統有幾根深蒂固？我俾兩個例子你啦。2011年，印度嘅伯德馬納巴士亞米神廟，呢間廟本身已經係最富有嘅宗教場所之一，連專家都冇預計過呢一間嘢地下有咁多金啊！而呢一間廟只係印度眾多間廟、幾千間廟裏邊嘅其中一間咋。另一個例子，蒂魯帕蒂，印度最多人參拜嘅印度教聖地之一，每年咧都收到好多信眾捐獻嘅黃金啊，要以噸計啊。呢啲金咧並唔係印度政府徵收嘅，係印度人民自願捐獻嘅，因為佢哋相信黃金係獻俾神，會帶嚟祝福。1962年，印度政府咧透過黃金管制法，禁止印度人民私下藏有金條，只可以俾你哋收藏唔超過14K 以上嘅黃金咋。目的咧就係制止黃金囤積，希望咁樣咧可以壓制走私同埋外匯。點知結果啱啱相反喎，呢個法例啊就催生咗史上最大嘅黃金走私網絡。杜拜去到孟買嘅走私路線咧，成為咗一個 legend。當中啊最出名嘅人物就係哈吉馬斯坦啊，一個由碼頭咕喱變成孟買黑幫教父嘅走私王。佢喺60至70年代透過漁船同埋貨船將大量嘅黃金由杜拜運入去印度嘅西岸，佢成為咗孟買嘅標誌性黑幫人物。寶萊塢1975年嘅戲啊 Diva 裏邊嘅角色咧就係用佢嚟做原型噶啦。有估計指出啊，法案生效咗之後咧，走私入印度嘅黃金每年啊超過幾十噸甚至幾百噸。政府越禁，走私就越昌盛，因為呢個需求咧從來都冇消失過啊嘛。最後點收科？1991年，印度爆發國際收支危機，外匯儲備一度跌到只夠支撐大約2個星期進口咋。政府啊被迫將47噸嘅黃金咧抵押俾英格蘭銀行同埋日本銀行嚟換取緊急嘅外匯貸款啊。一個禁止人民儲黃金嘅政府，最後都係要靠黃金嚟救濟。喺危機之後咧，印度政府90年代就開始放寬翻黃金嘅進口啦。93年容許指定嘅機構進口黃金，去到1999年終於廢除黃金管制法啦。2016年11月，莫迪推出廢鈔令，一夜之間宣布舊版嘅500同埋1000盧比紙幣失去咗法定嘅貨幣地位，成個國家現金系統受到巨大嘅衝擊。而廢鈔令推出咗幾日之後咧，有個好正嘅畫面出現咗喎，金鋪門口排長龍。廢鈔令咧
令到黃金需求短時間急升。部分嘅灰色市場交易價格咧，被報導指咧係高達每10克5萬蚊盧比，而正常嘅市價咧大約係3萬1盧比咋。呢個教訓好清楚啊！政府禁止人民買金，但係根本禁止唔到人民需要黃金，因為點解啊？好多印度人心目中咧，黃金嘅價值係高過紙幣嘅，高過銀行，甚至高過政府政策本身。幾千年嘅信仰，一代又一代嘅累積，製造咗一個好震撼嘅數字。啲寺廟同埋家庭加埋嘅黃金啊，超過25,000噸。25,000噸係一個咩數字呢？如果以4000蚊美金嚟計嘅話咧，25,000噸嘅黃金咧就係等於3.2萬億美元啊，係總共佔2026年印度嘅 GDP 80%啊！問題嚟啦，呢啲金唔喺央行金庫，唔喺交易所倉庫，佢哋喺晒啲農村婦女嘅手額上邊，中產家庭嘅夾萬入邊，寺廟嘅地庫入面，呢個就係印度經濟入邊最大、最隱蔽、最難金融化嘅一個板塊。黃金對家庭嚟講或者對我嚟講咧係好事嚟嘅，但係對政府嚟講咧可能就係一個好複雜嘅問題啦。因為你將啲錢咧買咗實金擺屋企，10年後佢仲係嚿金，佢唔會變成工廠嘅資本，唔會變成銀行嘅存款，唔會變成研發資金。國家嘅儲蓄有一部分俾黃金吸咗入去，儲唔翻嚟。實際影響咧有幾個層面嘅。第一，貿易赤字，印度本土嘅黃金產量咧遠遠都唔夠，所以長期依賴進口。25到26年嘅印度黃金進口額咧，大約係720億美元。720億美元可以夠印度起3-4條高鐵，但係呢一筆錢咧，最後變成擺喺床下底嘅貴金屬，外匯儲備同盧比匯率構成長期壓力。第二，擠壓金融系統，一個家庭嘅儲蓄如果買咗金咧，就會少咗錢入銀行，少咗錢買基金，少咗錢買保險。印度咧近年金融普及率咧明顯改善咗嘅，但係黃金呢個傳統銀行仍然好強勢，尤其咧喺婚嫁、節慶同埋農村地區。第三，婚禮通脹，對一個農村家庭嚟講咧，如果要為個女婚禮準備50到100克嘅黃金，金價升得越快，農村借貸壓力越大。黃金保護咗已經有金嘅人，但係就令到未買夠嘅家庭咧更加辛苦。印度政府當然唔係冇嘗試過改變呢個局面啦。2015年推出黃金貨幣化計劃，如果你將屋企嘅黃金存入銀行，銀行俾息你，同時將黃金用於金融系統，就可以減少進口依賴啦。結果去到2025年，計劃累計同埋民間嗰25,000噸比咧，慘咯！連0.2% 都到唔到啊！失敗原因好簡單，印度人嘅黃金好多都係金飾、手鐲、頸鏈同埋耳環，有情感價值，有家族記憶。你叫一個女人將阿媽留俾佢嘅嫁妝融咗去交俾銀行，即係等於融咗自己嘅回憶啫。去到2025年嘅3月咧，印度政府停止咗黃金貨幣化計劃裏邊嘅長期存款新增吸納啦，而同年推出嘅主權黃金債券咧就比較受歡迎，投資者可以用紙黃金形式持有金價掛鈎嘅資產，有息收就唔使買實金啦。但係印度政府嘅政策咧真係成日都變啦。去到25年之後咧，政府又停止發行新一期嘅主權黃金債券喎。你會見到一個 pattern 啊，印度政府試過禁止，試過限制，試過引誘，試過創新，但係社會嘅回應咧一路都冇變過。你點都得，你唔好搞我啲黃金。呢個就係莫迪面對緊嘅矛盾啦。未來嘅方向咧就唔係消滅人民儲金，而係諗個方法令到人民咧嘅黃金可以同金融系統咧正式接軌。例如用黃金做抵押品借貸啦，支持珠寶業供應鏈融資，作為小額信貸嘅擔保。黃金唔使用，唔使充公，但係佢價值咧可以流動喎。民間黃金係私人資產，要將佢變成國家嘅力量，需要信任、法律、稅制同埋金融產品嘅設計配合。呢個咧係一個好大嘅政策工程嚟嘅。話時話，你是但下一轉彌敦道、英皇道，睇下有幾多金鋪？經歷過零售寒冬、自由行潮退、網購衝擊，佢哋仲喺度。點解啊？因為大家骨子裏咧有一樣嘢係相通嘅。呢句嘢同印度人手上面嘅手鐲、頸鏈咧
係同一個道理嚟嘅。黃金係人類對未來唔確定性嘅一種回應。香港人買金喺某啲時代背景底下咧，都係沿住同一個心態，分別只係我哋冇將佢擺上神壇，冇圍住佢跳舞，冇將佢變成全國性節日，唔係為咗發達，而係想將一種有保值能力嘅嘢揸上手。印度嘅大國夢最後會唔會實現？你又點睇呢？如果你中意呢種講故事嘅方式，記得 like、share、comment 同埋咧分享你身邊中意睇國際大事嘅朋友睇下。我哋下條片再見，拜拜。